新竹縣昨時來發生一件公安的意外，這是發生在竹東的一個社區，請人來清這個化糞池，結果煞哪像是因為去觸到這個沼氣，54歲姓關的工人全安尼昏去，落尾消防隊甲救出來時，這人已經被喘氣，心臟也停去啊，加在落尾送病院是救回來。消防隊員派裝備落去化糞池，先甲已經昏迷的工人固定好勢，等過來人再閣利用绳啊，甲工人扣起來，趕緊進行 CPR 搶救。新竹縣竹東拜三傳出疑似沼氣中毒意外，好加在這個工人送病院了，恢復心跳。8點快要辦出去，就是看到車子在那邊可能是準備要施工啦。對，只是後續回來。我就聽到有救護車了。工人在下水道化糞池進行作業，因不慎吸入過多沼氣，造成昏迷。我們在抵達現場之後，立即架設繩索系統。在搶救出來之後，傷者已經呈現歐卡狀態，立即送往生醫台大進行搶救。其他的清潔公司指出，準備清化糞池進前，一定要做好相關的安全措施，譬如講先用水槍佇下底暖塗，和內底的沼氣先散開了，通風至少20分鐘了，再透過機器偵測，確定安全無問題，再當落去施工。沼氣是藏在泥巴裡面，所以我們入池前都會把泥巴翻動過一次。最基本的，起碼有自來水下去前，先把它的底泥先沖過一遍，先擾動一遍。然後再接着像法規講的，要送風，要測氧，通風基本要20分鐘啊。通風完之後要氣體偵測啊。消防局也提醒，無論是一般民眾厝內，也是社區大樓，化糞池因為是密閉空間，內底定會出現有毒的沼氣，要清進前一定要做好通風，而且還要有安全的防護措施，再當避免發生意外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